早於14年前，2011年4月30日，日華牧師已透過錫安教會全職講座警告，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災難嘅嚴重性，其實經已超越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災難事件。當時，國際原子能機構及核能專家都認為，呢一場311核災難應該提升至人類史上從未有過嘅第8級。牧師召開呢一次全職講座嘅8個月之後，同年12月，2011年12月嘅 Webos 警告，因輻射污染，全球多地嘅環境以及物件都被檢測出輻射，食魚嘅人會感染輻射毒，警告人們唔好食用魚類及海鮮。自福島核災之後，日本多次將超標2萬倍嘅高濃度輻射污水排入大海。過去14年間，日華牧師更以超過12段精華短片警告世人必須防範輻射禍害，因為呢個係一個精心佈局嘅滅世劇情。顯然，311核災難並非單純嘅意外，而係刻意污染海洋嘅手段，讓人喺毫無防備底下繼續食用日本土產同海鮮，從而削弱人體抵抗力，增加患病風險，甚至因輻射而致癌。日本實施核廢水排海計劃以嚟，持續引發國際社會嘅爭議。截至目前，日本已經排放約20萬噸核污水，相當於533個標準泳池嘅容量。美國伍茲霍爾研究所嘅報告顯示，核污水中殘留64種放射性核素，包括碳14、C90同碘129。呢啲放射性物質嘅半衰期可達數千年，並且能夠輕易融入海洋生物體內，通過食物鏈層層累積，產生生物富集效應。一啲海洋生物嘅富集係數甚至高達1000倍。因此，排放核廢水嘅實際風險遠遠超出日本政府嘅預期。注意了，今天的日本正在发生比福岛核污水排海更可怕的危机，甚至关系到整个日本民族的生存问题。就在前几天的8月20号，日本京都大学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让整个日本彻底炸开了锅。他们抽检了全日本34家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样本，结果发现，从最北边的北海道到最南边的冲绳，所有样本都检出了一种被称为 PFAS 的永久性化学物，最高浓度达到每克69纳克，远远超过国际安全限值。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东京多摩地区的居民血液检测显示，67%以上的人血液里 PFAS 含量已经超过健康警戒线。这种 PFAS 可不是普通的污染物，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明确指出，它会在人体里积累一辈子，和肾癌、睾丸癌直接挂钩，甚至还会导致孕妇流产、儿童发育畸形。现在日本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呢？冲绳县育龄女性的流产率近2年飙升了40%，冈山县的儿童发育迟缓率更是达到全国平均值的3倍。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答案就藏在那些遍布日本的美军基地里。以东京横田基地为例，他们的蓄水池里检测出 PFAS 浓度高达每升1620纳克，是日本国家标准的32倍。去年8月30号的暴雨导致4.7万升的这种毒水泄漏，可美军直到1个多月后才通报日本政府。更讽刺的是，从2010年到2023年这13年间，横田基地已经发生了8起类似的泄漏事故，但美军每次都坚称没有对外界产生影响。那美军凭什么敢这么嚣张呢？看看日美地位协定就知道了。根据这个协定，就算美军基地的污染已经扩散到了周边居民区，日本政府也没有权利进入美军基地调查。冲绳县早在2016年就发现美军基地污染事件，结果快10年时间过去了，日本老百姓还是什么事都做不了。至于日本政府就更夸张了，不仅不保护老百姓，反而默默为美军的污染买单。光是清理冲绳美军返还用地的污染物，日本政府就已经花了至少15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8.56亿元。因为日本政府的软弱，美国越发做出双标的行为。同样是美军基地污染，在德国，美军不仅掏钱清理，还公开道歉。在美国本土，五角大楼对700多处污染基地展开修复，全程公开透明。可到了日本，美军不仅1分钱不赔，还要日本人自己掏钱处理，这就是所谓的盟友待遇。更可气的是，驻日美军官兵和家属喝的都是基地独立供水系统的深井水，或者从美国进口的瓶装水，他们早就和日本老百姓的饮用水彻底分开，说明美军对污染问题一清二楚。现在日本的污染已经形成了死循环，美军消防训练用的泡沫含大量 PFAS 渗透到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又被当成肥料撒回农田，污染农作物。大阪府奢津市的地下水 PFAS 含量高达每升26000纳克，
克超标520多倍。广岛县东广岛市的美军弹药库周边污染同样严重，而日本农林水产省居然还鼓励农户用这种有毒污泥当肥料，这不是把日本老百姓往火坑里推吗？最要命的是，这场污染正在加速日本的灭顶之灾。日本总务省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到2025年，日本人口减少了90.8万，创历史新高。预计2026年人口将跌破1.2亿。本来就少子化严重的日本，现在又遭遇这种能直接破坏生殖系统的污染，后果不堪设想。将来的日本很可能会变成没有年轻人的国家。当年日本731部队在咱们的土地上用化学武器残害中国人，现在轮到日本自己纵容美军在本国国土上撒播毒物。更可笑的是，日本政府一边拿国际标准为福岛核污染水辩护，一边对国内这种致命污染装聋作哑。当冲绳民众举着检测报告堵在基地门口抗议时，日本政府却帮着美军打掩护，公开宣称污染是谣言。当一个国家连老百姓喝的水都保不住，甚至还要为外来军队的污染买单，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哪里？现在日本从北到南，从城市到农田，已经被这种永久化学物全面包围。美军在日本90多处的基地就像90个毒源，每天都在渗透毒害这片土地。更让日本人寒心的是，他们每年要给美军交近7600亿日元的保护费，折合人民币大约480亿，换来的却是断子绝孙的毒水。而美军在日本赚着钱放着毒，自己却喝着特供的干净水，这种日子日本人到底还能忍多久呢？京都大学的研究已经把铁证摆在了眼前，34个污水处理厂的超标数据不会说谎，老百姓血液里的 PFAS 不会说谎，飙升的流产率更不会说谎。这场危机已经不是某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日本民族生存的大事。如果再任由污染扩散下去，不用等富士山爆发，不用等海啸来袭，日本可能真的要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日本民族的未來到底會何去何從呢？自2023年8月24日開始，日本政府決定將經過處理嘅福島核廢水排入太平洋。呢啲核廢水嘅總量超過100萬公噸，曾受到放射性核種污染。福島第一核電廠喺日本政府批准以及國際原子能總署嘅監督下，通過過濾同稀釋方式，逐步將放射性廢水排入海洋。整個排海計劃預計持續至少30年。截至2025年4月10日，日本已經係第12次將福島核廢水排入太平洋。由此造成嘅輻射污染已經影響到美國西岸、夏威夷以及日本多地，對環境同海洋生態系統構成極大威脅。老實說，日本現在後悔也晚了，因為他們遠遠低估了核污水排海帶來的連鎖反應。截至最新數據，福島核污水排海已進行到第14輪，累計排放量突破10萬噸。這個曾被東京電力公司稱為唯一選擇的決策，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反噬日本自身。東京大學最新研究堅持對福島等實現水產品禁令，韓國超市日本海鮮貨架擊灰，太平洋島國論壇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就連美國夏威夷海域都檢測到 DNG 137濃度翻倍的異常情況。當時破茂政府試圖用科學安全辯解時，日本國內漁民正焚燒還我海洋的標語。自民黨內部文件承認，核污水排海造成的經濟損失比最初預估高出300%。更令人震驚的是，日本政府當年承諾的 ILPC 處理水僅含微量色早已被事實戳穿。2024年福島海域捕獲的水是平油體內銫137超標180倍。2025年東京電力公司內部報告顯示，第7批次排放水中碳14濃度超標的原始數據被人為刪除，這種系統性造假讓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報告淪為廢紙。中國海洋大學的獨立檢測顯示，福島沿岸200海里外的浮游生物已出現明顯基因突變，而日本官方提供的同區域數據卻詭異地顯示一切正常。更諷刺的是，日本2011年曾斥資200億日元研發川分離技術，卻在2023年以成本過高放棄，暴露了其技術路線的自我否定。德國核安全委員會專家穆勒指出，日本選擇排海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把太平洋當作免費垃圾桶，這與1970年代日本向東南亞傾倒工業廢料的公害輸出如出一轍。只不過這次披上了國際標準的外衣，水產業崩盤與數字赤字暴雷，核污水排海引發的經濟地震遠超日本預估。曾經佔據日本水產出口40%的中國市場，如今被俄羅斯勘察加蟹和挪威三文魚瓜分。韓國超市的日本冷凍魚專區日均客流量不足10人，部分門店改賣本土養殖的無核污染認證產品。日本水產巨頭關閉3家福島工廠時，社長吉田隆明坦言，消費者信任的修復需要至少1代人。這場由日本政府親手釀成的災難，正演變成自作自受的現代預言。2023年8月，日本無視國內外的強烈反對，正式啟動福島核廢水排海計劃，將超過134萬噸經過所謂處理的核污染水分批排入太平洋。那一年，
東京、大阪、福島等地爆發大規模抗議，鄰國中國、韓國、俄羅斯也強烈譴責，稱這一行為自私且不負責任。然而，日本政府依然堅持執行。2年後的今天，當人們再次看到部分海域的檢測數據和沿岸的景象時，全世界都震驚了。沒有人能想到，事情竟會發展到這種地步。從2023年8月到2024年8月的這一年間，他們已經向海洋排放了16500加侖的廢水，但這並不代表所有儲罐都已經被清空，一些儲罐的廢水要到2025年1月才能完全排出，而預計到2026年3月底，將有21座儲水罐被徹底拆除。科學研究顯示，氚會破壞細胞的遺傳物質，使人體組織快速衰老、變薄，並擾亂新陳代謝的平衡。許多專家認為，含有氚的水很可能是導致生活在核電廠附近的德國、法國和美國兒童癌症發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案例中，最值得警惕的就是黑潮流，這股強勁的洋流能夠把放射性物質從日本近海一路送到遙遠的美國加州海岸。事實上，在2011年福島核事故發生後，科學家們對整個太平洋沿岸展開了持續多年的監測，結果顯示，僅過去半年，就有藍鰭金槍魚把放射性物質帶到了聖迭戈的海岸。這意味着那些會進行長距離遷徙的大型海洋動物，確實可能成為放射性污染的搬運者，把污染帶到世界另一端。更讓人擔憂的是海中的浮游植物，這些肉眼幾乎看不見的微小生物漂浮在海水裡，卻是整個海洋食物鏈的根基。它們會吸收水中的養分，同時也會吸收核廢水中的放射性物質，而幾乎所有的海洋生物都會以浮游植物為食。這也就意味着放射性元素會順着食物鏈層層傳遞，從無脊椎動物到各種魚類，再到海洋哺乳動物，最終很可能進入人類的餐桌。畢竟喜歡吃海鮮的人不在少數，這種可能性不能不防。除此之外，還有研究指出，氚和其他放射性元素還可能借助微塑料傳播。微塑料是海洋中數量龐大又無處不在的污染物，近年來的調查顯示，它們的數量還在不斷增加。這就意味着，來自福島的放射性物質可能會附着在微塑料顆粒上，隨着洋流飄向更廣闊的海域。更令人不安的是，從全球海洋污染分布圖來看，日本周邊海域以及相鄰的沿海地區，正是全球微塑料最集中的熱點區域之一。早喺2020年，一群海洋科學家已經喺美國洛杉磯沿岸嘅海底發現超過56000個污染性廢料桶。更糟糕嘅係，呢啲廢料桶因為多年棄置，已經腐爛同破裂，導致桶內大量有毒污染物滲出，嚴重污染該海域。起初，科學家推斷廢料桶入邊裝嘅係已經被禁止使用嘅致癌性殺蟲劑 DDT。然而，近期研究人員重返該海域勘查嘅時候，竟然檢測到大範圍嘅放射性物質。冇錯，呢啲桶內嘅物質已經被證實為核輻射放射性污染物質，受污染嘅海洋面積甚至已經超過咗一個3/3嘅大小。此外，2025年8月19日一則警示公告，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喺美國港口檢測到一間印尼公司 BMS Foods 嘅進口貨櫃同冷凍蝦產品當中含有放射性同位素銫137。雖然該批次產品未進入市面，但沃爾瑪以及其他多個品牌已經預防性召回相關食品，以避免潛在嘅輻射污染。近日，2025年8月27日，福島核災14年之後，日華牧師向極速回應小組分享近期日本輻射嘅影響。原來輻射污染嘅影響已經擴散至日本南方嘅沖繩縣。2025年8月22日，京都大學研究人員對全日本約2200家污水處理廠展開調查，從中選取34家處理廠嘅污泥進行檢測分析。結果顯示，所有樣本均含有 PFAS。呢啲污水處理廠分佈範圍廣泛，從北海道北部到沖繩縣南部，污染源已經波及全國。冇錯，南至沖繩石垣島嘅川平灣亦都被檢測出輻射水流帶嚟嘅污染影響。因此，大家喺川平灣觀賞珊瑚嗰陣，亦都會發現過去色彩斑斕嘅珊瑚，如今已經大面積枯死，水底生態系統缺乏生氣同色彩。除咗福島核泄漏嘅影響，駐日美軍基地同自衛隊設施亦都被認為係最主要嘅污染源之一。
例如東廣島市川上彈藥庫長期使用含 PFAS 嘅消防泡沫，導致周邊嘅地下水 PFAS 濃度超過300倍，以及東京多摩地區即橫田基地附近67% 居民血液當中 PFAS 濃度超過健康風險值，經證實與美軍基地滅火劑洩漏有直接關聯。自2023年以嚟，日本沖繩、大阪同東京等地接連爆出水體中 PFAS 含量超標，導致附近長期飲用受污染水源嘅居民血液檢測結果異常。然而，由於日美地位協定嘅限制，日本政府無法直接調查駐日美軍基地嘅污染問題，致使治理進展緩慢。2025年8月12日，沖繩縣市民團體再次提交申請，要求調查美軍普天間基地周邊水體嘅污染情況，但相關進展仍然受到多方因素制約。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嘅附屬機構美國有毒物質和疾病登記局指出， PFAS 會對人體健康造成一系列問題，包括腎癌、睾丸癌、膽固醇升高等。以下係2025年8月27日，日華牧師向極速回應小組分享有關日本核污染問題嘅影響。因為呢件事而家搞到10幾年後先咁樣公開，其實佢個性質根本同疫苗一樣，就係整到啲人呢已經係甩唔到身啦，即係個個中晒輻射，就好似個個中晒疫苗，然後爆出嚟就製造嗰種折磨同埋恐慌俾全世界。咁所以呢一個都可以拎出嚟，一來就印證我哋一路講咁多年避開咧，完全都冇浪費我哋嘅心機同埋時間啦。但另一面咧，其實就真係全世界恐慌啊，咁搞噶。因為肯定唔係淨係日本嗰啲啊，因為日本嗰啲已經污染嘅話咧，其實佢已經兜咗成個環太平洋一個圈啊，先翻返去日本再污染埋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喺佢而家咁樣講出嚟咧，加拿大又係啊，日本又係啊，其實根本就已經呢10幾年個個都中晒毒，食嗰啲尤其是刺身啦，食嗰啲魚咧，神都可能特登喺呢個時候出呢啲 release 呢啲資訊咧，更加印證我哋嘅信息根本就係呢個時代嘅答案。校對完呢一段精華短片之後，日華牧師回應 Eddie 策略家關於日本石垣島輻射狀況嘅提問。由於洋流嘅影響，福島核污水首當其衝波及嘅地區，主要係日本北部、阿拉斯加、夏威夷以及北美西岸，如溫哥華以及加州。隨後，核污水再隨住洋流經赤道流向菲律賓、香港、台灣以及石垣島等地，過程中已經進行咗大量稀釋。此外，石垣島距離日本本土較遠，避免咗地下水源嘅污染風險。只要唔飲用當地嘅水喉水，基本上已經相對安全。再者，遊輪之類喺石垣島嘅觀光僅停留半日，對身體嘅影響亦都唔大。以下係2025年10月17日日華牧師嘅錄音補充。日華牧師想問個問題呢，就係我哋譬如去遊輪啊，我哋落島咁啦，我哋曾經落過石垣島嗰度，或者在附近又有個沖繩咁。咁如果我哋去呢啲嘅地方，即係佢有日本個福島個輻射影響嘅，咁如果我哋落腳喺啲地方，會唔會有問題呢？首先咧，第一樣嘢就係佢係影響長住嗰啲人。第二咧，佢污染咗係佢所有嘅地下水，所以咧要飲咧就飲罐裝嗰啲咯，即係唔係日本本土做嗰啲，咁先至得咯。如果係譬如去旅行1、2日就 OK，冇問題嘅。同埋本身我哋係沖繩石垣島嗰度咧，其實佢橫流咧係咁打圈噶嘛，係順時針行嘅。所以佢喺福島放呢一啲嘅水出嚟嘅時候呢，係去完晒成個阿拉斯加，一路去到溫哥華，落到去下邊兜完之後，再去到夏威夷打咗個圈，翻到嚟先至去到石垣島嘅。即係話石垣島嘅污染係有污染，但係已經沖淡晒，起碼佢唔會濃得過成個太平洋任何一笪地方，因為佢係會不斷循環。咁佢10幾年循環幾多次呢？基本上就唔知㗎，即係有啲輕嘅就快啲啦。有啲有魚跟住環流帶就會快啲咯，所以變咗嗰度影響就係第一唔落得水啫，第二呢就係話呢唔好飲嗰度嘅地下水，即係話佢嗰啲水喉水啊、剩啊嗰啲全部都唔飲得。咁但係如果食物嗰啲呢，最好佢嘅蔬菜都唔好大量食，肉就 OK。如果你 check 過唔超標啊，就冇問題嘅。咁所以變咗我哋沖繩同埋石垣島呢，總之成個環流當中最下嘅。即係話如果嗰度我哋所講嘅石垣島如果會污染嘅話，因為佢其實冇一個陸地接住東京嘅，
冇陸地接住上面嘅，佢嗰度污染其實係同香港污染差唔多。咁香港我哋日常點生活喺石門島咪就係點生活咯？因為佢落咗嚟喺下面兜翻上嚟先至經呢，佢會散開晒噶啦，一啲就去廣州啊、香港啊、大嶼山啊，一啲咪就去石門島咯。咁所以如果石門島會污染呢，香港其實就同樣污染，但係地下水一定去唔到石門島噶嘛，因為根本上地下水喺福島嗰度落咗地下水啫嘛，即係會滲咗落佢哋自己地下，所以佢哋成個日本係有問題啫嘛。咁所以變咗，如果我哋去到石門島啊、沖繩嗰啲地方呢，如果 check 過佢冇事嘅話，總之唔好飲佢任何嘅水喉水啊、街邊嗰啲清水啊，飲親都係基本上飲汽水啊，咁 OK 嘅，因為你落去一日啫嘛。但係而家講緊嗰度係住緊10幾年嗰啲呢，就有影響嘅。咁同埋佢當時發得最勁嗰陣呢，嗰啲人走去福島就唔得啦，因為嗰陣時佢都仲未 handle 得到。咁無論係佢哋蒸氣所出嚟嗰啲啊，或者去近住佢嘅地下水嗰啲啊，全部都冇處理過，全部都有得係流出海。係後尾之後幾個月先至慢慢逐個去揼嗰啲倉呢，就將稀釋咗水話儲住佢啫嘛。而家講就將嗰陣時話稀釋嘅嗰啲水庫嘅水呢已經爆滿啦，同埋漏啦已經。咁所以佢哋將全部倒晒落海啦，然後拆晒佢一個個嗰啲儲水倉啦。咁所以如果譬如去一日就冇事，如果去嗰度話住幾年先有問題啫。對比嗰度，同埋一住幾年你冇得走，當你唔飲佢嘅水，但係你要洗衫噶嘛，你冇用汽水洗衫噶嘛。咁所以嗰啲就冇得避噶啦已經。你日常生活啦，佢洗街道啲水喺邊度嚟呢？洗屋佢水喺邊度嚟呢？全部我哋所講嘅日常生活當中接觸到嘅任何清潔用品喺邊度嚟呢？咁其實都係同佢哋污染咗嘅水有關。咁但係我哋去一日啫嘛，我哋又唔係食佢啲嘢，又唔係長期用佢啲水洗衫啊，唔係端年計咁做，嗰個影響就唔大。但係如果福島同埋福島以上嘅北海道嗰啲就唔得，嗰啲係首當其衝，嗰啲連地下水都唔得。咁所以沖繩其實佢係成個縣嚟噶嘛，咁所以沖繩出邊嗰啲譬如石門島嗰啲島仔冇問題，但係如果喺本土裏邊貼住成個大嘅日本本土嘅話呢，佢個地下水同佢連接嗰啲就其實最好唔好去啫。尤其是如果係離島嗰啲呢，去都唔夠24小時，去一日個問題就唔大啦。